OK 啊？你係叫佢同我講有啲咩咧？如果即係你覺得佢嘅意圖好似想問你攞錢嘅話咧，不過一般上嚟講呢度咧好少嘅，因為而家尤其喺北歐咧，基本上呢啲人咧講即係做嘢比較均真，佢唔會咁做嘅一般上。不過有時驚有啲可能外來人咧打工咧，咁嗰啲咧可能比較即係想要多少少呢啲嘅話咧，你叫佢同我講 OK 啊？咁呢個因為唔想因為呢啲事咧搞到大家即係唔開心咁樣 OK 啊？咁啊嗱，所以咧變咗嚟講，如果啲行李自己拎當然冇問題，或者如果係叫行李員幫佢搬上去咧。都得冇所謂啊！呢、一個就啊，咁啊，但係 anyway 啦，喺酒店 lobby 停一停，我會盡量咧盡快編排好房間啊，嗰啲資料俾翻大家啦。咁同埋等陣間咧，我亦都俾埋一張紙仔你哋。呢張紙仔咧就提醒翻聽日幾點鐘 morning call，OK 啊？咁啊，早餐喺邊度食？幾點鐘開始？啊，跟住咧，聽日咧，我哋聽朝咧係會有行李員幫大家收件行李落嚟嘅。但係要同大家講 ，OK， 譬如話。舉個例，因為我等間翻去問清楚佢幾點鐘 OK 啊？如果假設係譬如話行李員佢係收行李嘅話咧，請你哋嘅行李係擺出房間嘅出邊 OK 啊？唔係擺喺間房入邊啊！擺喺間房入邊老實講咧，就冇人知幾件行李係邊件 OK 啊？咁你如果假設需要行李員幫你拎件行李落嚟上車嘅話咧，咁你擺喺房間出邊，你擺喺房間出邊嘅話咧。譬如話舉個例啊，6點鐘收嘅 ，OK， 咁你6點鐘前擺出門口，咁到時佢6點鐘咧準時上去嘅話咧，收行李嘅話咧，佢就會收埋走啊。咁但係如果你過咗時間嘅話咧，好老實啦，咁咪自己拎啦啊，因為行李員一般上嚟講咧走一轉啊，佢咧就唔會話，哎呀每隔5分鐘上去走一轉就唔會嘅。咁同埋有時因為你要明白，我哋酒店啲房咧，有時好咧，有啲酒店好咧，就可能係同一層。OK 啊，好似尋晚我哋船咁樣同一層嘅世隔離咧，其實呢啲情況咧，一般上酒店咧係冇可能咁滯嘅。OK 啊，即係嗰個機會率好低，唔係完全冇可能，好低。好多時咧，譬如話我哋10幾間房啊 ，OK 啊，有啲時間可能咧3、4、5層啊，唔出奇㗎。我試過一次18間房18層樓，哇 ，OK 啊，幾好㗎又。我記得由3樓到25樓，即係中間斷咗2、3層。我見到啲房 number， 我話正啊，搞掂晒 OK 啊，嗰次仲要係好多啲係一個 family， 可能係6個啊、8個啊、10個嗰啲，即係都有一大紮係 family。咁我都話冇辦法 OK 啊，呢啲真係冇計。咁啊喐極咧，佢都話冇，因為散晒 OK 啊。咁所以其實咧，無論今日又好或者打後都好啦，有個心，有時有啲即係有啲咁嘅情況，可能會幾層。嘅樓層 OK， 但係盡量嚟講，我都會執埋嗰一層 OK 啊，呢一個要同大家放心 OK 啊。咁啊，所以咧酒店一般上嚟講就會咁樣 OK 啊。咁啊酒店房 OK 啊。咁因為歐洲尤其北歐咧，佢哋係飲水游水啊，咁啊，所以變咗嚟講咧，你哋譬如話即係水龍頭咧打開嘅話咧，就係即係嗰啲我哋平時飲嗰啲水咧，都係飲嗰啲水游水啦 OK 啊。咁啊，房間入邊嚟講嘅咧，都係同尋晚嗰個船艙嗰啲供應嘅嘢差唔多啦 OK 啊，即係嗰啲嘅叫做牙膏牙刷嗰啲係冇啦啊，咁呢啲基本即係歐洲好多酒店都會係嘅啦 OK， 不論你記得升級都好啦 OK 啊，都會係即係牙膏牙刷啊嗰啲嘢全部自己嚟，尤其喺北歐呢一個講求環保嘅地方，呢啲叫做消耗品咧，正常嚟講咧都唔會有特別供應嘅 OK 啊，咁呢個可能大家都知嘅嘢啊，咁啊。聽日啊 ，sorry， 講翻先。登間咧嗱，翻到去酒店咧，我派完房鎖匙俾你哋之後咧，我會留喺 lobby 大約10分鐘。點解咧？因為發現到咧，好多時而家啲團友啊，翻到房間咧，第一件事有啲乜嘢咧，要揾我嘅話咧，大家估下係咩事？